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大家阿弥陀佛，就是要告诉你，祝福你啊，无量寿，无量光。寿就是让你的寿命延长啊，福寿绵长。如果说是无量光，光就代表智慧，印途开通嘛，人生道路一帆风顺。师父要祝福大家，大家阿弥陀佛。好，现在我们接着介绍六祖坛经。六祖坛经，六祖是慧能大师啊，慧能大师，他能够当经一般都是佛陀讲的话才叫做经，但是为什么六祖大师他讲的话为什么变成经呢？为什么变成经？因为太符合了佛的本意了，吻合，非常的吻合。所以后来的人就把这个六祖大师所讲的话变成经，就六祖坛经。师父还没有出家以前，我就看这本书，我就是研究这本书，后来彻底的了解啊，我一定要好好的用功修行，所以我就跟着六祖大师的交代这么去做。迷人修福不修道，糊涂的人啊，糊里糊涂的不了解真相的人，他修福不修道，就喜欢啊，比如说我广结善缘呐，做一些行功布德啦，造桥铺路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救济穷困，这个好事情，好，这个是很好的事情，行善，但是他不修道。什么叫做道啊？心要转变嘛。观念一定要巧，一定要把它慢慢的修正，慢慢修正。你的身口意一定要干净，要清净，各位对不对？你有的人喜欢做善事，但是他身经常做坏，他的嘴巴不守口德了，很恶毒的话，很凶残的话，他也骂人，随便就从他嘴巴就出口。所以各位，这叫道啊！你不修道，你只有修福，但是不修道。道是在心的转变，柔软要善良，不计较，不嗔恨，这个叫修道，各位对不对啊？但是他没有，他只有修福，他不修道。只言修福便是道。他这种迷糊的人呢，只是说，哎呀，我修福，我喜欢做这些好的事情，但是他以为这就是道，错了。修福啊，跟道是不一样的。道是不一样的，你修福以后，来世的福报很大很大很大，福报很大，你出生好地方，但是呢，迷迷糊糊，没有智慧，没有智慧。你有福报的人，很富有的人，你看富贵修道难啊，邪道难，要邪道就很困难。为什么？太富有了。我的手头也不欠缺，对不对？感觉的很自在，很如意，所以他要叫他学佛吃一点苦，不愿意。所以各位，他这种迷糊的人认为修福他就是修道，错了，就是错，这是两码事情。布施供养福边呐，你今天布施啦，去救济啦，行善啦，为别人呐来解除苦难呐，哦，太了不起了，我们都很赞叹。非常赞叹，布施你供养三宝啦，供养道场啦，这个功德都很大，福无边，你的福报无量无边呐，无穷无尽呐。下一辈子感召一定是好地方，一定是一个大好人，这个人很了不起。但是心中善恶原来造啊，这六祖大师讲的哦，你的心中善恶那个贪心、嗔恨心、愚痴心。知道吗？这个心中的这个贪嗔痴的这种三种这种观念，你没有改，还继续的，一直不断的在造业，不断的在造业。这样子的话，虽然你修福，但是你的心中没有干净，没有光明，没有亮丽啊。虽然你很会做善，但是的心没有改变。这样子的话是一种错误的，是一种错误。和六祖大师告诉我们，我们不但一定要好好的行善、布施、救济，对，这些都是我们应该理所当然的嘛。这个地球村本来就只有一个嘛，众生的所有的生活方式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。你切不断，割也割不离呀，没有办法割断。所以我们知道息息相关，众生的苦难就是我们的苦难，我们应该要帮忙，要协助，关心他，是对。但是我们的心中要平和，各位要不要啊？
一定要平和，要柔软，要善良。好，我们做了，不要沾沾自喜，以为自己很了不起、很伟大啊！这些被救的人呢，你就藐视他，看不起他，不可以这样做啊！所以各位说，我们的心中这种贪嗔痴、贪心、嗔恨心、为非作歹。哎呀，不守做人的道理，这种恶毒的心，好，你不能让他继续去造，继续去做了。你不能让他继续滋长，不许滋长，你一定要赶快断掉。你除了修福以外，一定要修道，好好的把心中的这些恶毒的念头改变，那以后你的身心都清净了，符合了我们修道真正的原则。因为一切唯心造，一切唯心造。你的心，我虽然行为做得很好，但是我的心不改变，照样会堕落，照样会受苦的。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哦。我们修福也要修道，对不对啊？道就是你的心一定要转变，心念要转变，把恶毒的变成善念，如果你能够按照大师六祖大师、慧能大师讲的话，我们去做，我们好好的行善啊，为众生来奉献，但是我们自己的心也要改变。那这样，如果你能够两者兼具，两者兼具，那这个人成功的，你的修行功德圆满，不会漏失。不会遗漏掉，各位不会遗漏掉。那这样，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成就。六祖大师对我们众生的期待，我们很感谢，很感谢他，对不对啊？特别感谢祖师大德对我们叮咛交代、吩咐我们感恩不尽。好，今天把这一段话告诉大家，谢谢，南无阿弥陀佛。